咱无共款的语言，其实伊所讲的即个古水，伊有一寡文化顶面的一寡情差吼，譬如讲卡哇伊吼，卡哇伊就是咱讲古水的即个母国是日本。虽然讲北欧嘛有即个古水文化，但是真正甲伊商品化，真正甲伊变做是即种消费主义内底，咱定定咧使用，还是讲咱去消费的即个古水的商品，其实是为日本开始的吼。啊，但是卡哇伊即个咱小等会讲到吼，伊即个字源吼是甲卡哇伊所就是可怜吼是共款的，所以伊的卡哇伊内底其实有咱讲淡薄仔受伤，啊，你会甲保护的即种感觉。嘿，小等咱嘛会搁看到较侪即个字卡，咱会看到吼 cute 即字有淡薄仔负面的意思。是哦。你若是伫咧即个英语国家讲 ，Oh you are so cute， 即句话吼爱足斟酌爱注意吼，就是讲即有负面的意思。你是讲我戆吗？为虾米讲我 cute 吼？即字爱特别注意，有淡薄仔 innocent， 就是伤调直、伤戆直吼的意思伫咧内底安尼嘿。啊 lovely 就是还是 adorable 吼，这就是伫咧英国较常讲的。啊，这就是有影会当直翻做咱讲的即个可爱吼，也是古水，但无我较无共款事，可能是可爱吼。这互我想起一个代志，就是有一当我带阮囡仔去美国的迪士尼佚佗，因为美国迄个庆杀的迄个代志足侪，所以因的安全检查足严格。啊，我迄时阮带阮两个，阮太太甲囡仔落去，啊，就检查我的骹蠓。啊，骹蠓啊吼，阮查某囝骹蠓足大包的，啊，迄个人员就足紧张的，讲内面是啥物？结果囡仔胃内面摕出来，就是一只红仔。结果迄个安全人员就讲：“哦 ，lovely。”我记得足清楚，我看到红仔毋是青，毋是炸弹是。哦 ，lovely， 一个红仔就对啊。有影，伊迄个时阵都袂用 cute， 吼，通常拢会用 lovely 安尼。吼，啊，拄仔所讲到即个 cute， 伊原本伫咧18世纪的时阵，伊讲的是啊，即个人可能足巧的，咱讲足 witty 吼，就是讲足机敏的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就是伫咧即个慢慢啊，伊伫咧当代的即个英语的使用内底，伊就变做是淡薄仔负面的意思啊。所以即个差不多10岁以上的查某囡仔。你嘛袂使搁用即字，所以是10岁以下的囡仔会当讲 cute。cute 会使。哦 ，so cute 啊，狗嘛会使，还是鸟鼻吼，拢会使。啊狗啊，鸟鼻啊 ，so cute 会使吼。啊，但是搁较大汉吼，都连查某囡仔，咱虽然讲搁水即个文化吼，伊有即个性别的议题伫咧内底，但是10岁以上的即个讲英语的即个国家内底，你若是用 cute， 人嘛会感觉讲无啥适当。lovely 就是咱拄仔所讲到吼，伊比即个 cute 有较侪的意思，有当时嘛会使讲是有水的即个意思伫咧内底。其实同一个语言啊，你有无共款的表达？比如讲我来进前，我是讲，你要袂讲 cute 这意思进前，我就开始里头个是讲，安怎展现这个用手势来表现。比如讲，你讲日语拢卡哇伊，对无？嘿，那红仔的动作，啊可爱就是，哦你好可爱哦。过来 cute， 搞是安尼。cute。lovely 是啥物？阮查某囝拢会安尼，来，大家双手举起来，双手举起来。来 ，lovely， 我特别为着这四个无共款的词吼，无共款的即个语言的词，特别想到，就是。对啊，因为你要展现一个语言的时，有时阵你会比手势嘛，吼，比如讲英语巴拉巴拉巴拉巴，来讲迄个。你若是配合手势，啊，搁你会感情落去。重点是，譬如讲，我会敬一定会敬 lovely， 因为我听到 lovely， 我会想到阮甲阮查某囝去迪士尼迄个基地。对啊，咱来看一场伫遐内底，咱要来讲看卖即个古水的过程是啥物？到底咱伫咧日常内底，咱安怎甲古水来交配？咱来看卖咱后一场的即个。因为这个过程，伊是咱家影所写。你看到这个人，心肝鼻目痛。想到会歹势，见笑面泛红。结果我就想到讲，这毋是杨秀惠。我有看到伊，我会发生这种情形。就是你看到你会介意的人，无一定讲是意爱，但是你可能有一寡好感。这个时阵，你会感觉伊会互你心内底迄种就想要甲伊做互动的迄种古水的感觉，都会走出来安尼哦。这种古水的感觉，就是第一种，即个咱讲伫咧即个古水的定义内底会发生的，定定发生的一个情景安尼。我感觉伊转型做成功，以早可能就是一个迄个
歌厅小的迄个骹，啊人就是生足水的。不过伊即阵啊，我感觉做成功，伊就甲迄种互你会惊的迄个型，吼，所以咱袂说腰路变做一个真古锥的人。所以古锥会当互你的点阅率增高。对，而且会当软化你本来的个性，可能会较无共款安尼。啊，咱要来看第二个咱的案例吼，就是伫咧即个戴资颖，大家人拢有熟悉吗？对啊，因为这过程伊看到心内会毋甘，互人感觉悲惨可怜。我就想到东京奥运上尾迄个羽毛球上尾决赛嘛，啊，我就坐咧看到戴资颖一步一步来死去，迄种毋甘甲可怜，我阁记伫心肝头。哦，这是一种，若是古锥，一定够可怜的迄个。就是看日久的即个卡哇伊较小型的用硬化吼，也是真紧，就是你会感觉淡薄啊卡哇伊说安尼，就甘的。我感觉顺聪老师用一个最好的词，就是甘吼。好，咱后一个情景是安尼吼，就是引起人会当感觉同情的一寡较热血的一寡人事，还是讲一寡代志安尼。譬如讲坐车行行路去演讲，说无人来听你演讲，哪有遮可怜？这我讲一个故事啦，吼，这个引起人同情的热血人事物啦，吼。阮做一个作家，啊，定定去演讲嘛，可能迄时间无啥物知名度，有时阵人拢无介济人就对啊。后摆发生一个代志，就是这个邀请的这个单位是伫算半山，吼，无讲做前山的所在，我就塞车到足远的所在去，要开始演讲啊。啊，我另外有一个朋友做伙去，吼，伊嘛是演讲者之一。去的时阵演讲，干咱2个人。迄2个人毋是为着我去，是为着大声演讲我另外一个朋友。所以意思是讲，迄场虽然有2个听者甲迄个册店的主人，问题是事实上来听我演讲的是空。啊，毋过我朋友伫遐，我就歹势安尼想，我就转来就想讲，哦，人生上可怜就是，而且我为着即场演讲，我有1礼拜时间拢伫做迄个 PowerPoint， 所以有时阵咱人拍拼1礼拜。啊，搬山过啊到迄所在，无人来听你演讲，我感觉这是人生上卡哇伊可能。人生海海海海都好行，就是人生海海，即个时阵就会有即种可能有一款配角，就会伫咧即个孙聪老师的那个背过足侪即个 melody 伫咧内底安尼。即个真心实，就是有影讲你是就 pure， 咱讲就纯洁的即种。这个过程的事是，伊就讲，什么是古锥，就是纯洁、细粒子。被砍伫卡，我头壳内就浮现就是拍开就是这条旋钮。对啊，这就新鲜，因为这是孙聪老师的想象，但是因为其实古锥伊是有一个无共款的这种表现哦。古锥应该不是定的物件，古锥通常是软的物件。所以孙聪老师因为是古锥有冷淡者，所以伊会看，伊会想讲是旋钮。你讲的是纯度足悬的旋钮，但是对我来讲，可能是软的物件，较活就是迄种纯洁的意思。譬如讲是圆仔，你看迄咱食圆仔，迄个圆仔足细粒的，啊，佮软软安尼，Q Q 安尼。啊，食对了，内面它定定，哇，赞！内面有一条旋钮，赞，水屁。永远嘛是讲倒来旋钮，啊，这就是咱的即个现场。有即个咱的即个三不如文青啊，文青。来看卖一个。伊刚开始讲性地较戆直，煞得人听。我就想讲，甲应该是咧写我。有时阵头仔是一种性地，伊无一定爱顶甲足古锥的。伊就徛伫遐讲，我来甲你斗相共，即种戆直，即种得人听。所以有时阵台语讲一句生意真水甜嘛。有时阵你种头仔伊即种古锥，毋是讲你爱去表现出来。迄就是天然的古锥啦。天然古锥，今日做一个新的词呢，天然古锥，天然水。天然的古锥安尼，后一张咱来看卖一下。我看到即张泡泡，我想讲，即张离古锥淡薄仔远呢。袂，我来念来。淡薄仔囡仔性，互人愿意温柔爱护。讲到这吼，我就感觉讲，有当时囡仔性吼，毋是你家己要，互你家己诚做安尼。有当时是你甲你的朋友吼，也是讲你甲你的一寡咱讲定互动的遮的人吼，咱斗阵互你诚做你即马的即个模样啦。譬如讲，我就是较细粒子嘛，所以我就无可能会做 sexy 啊，所以我只好就往即个囡仔性的即个来发展的。
不过你即马你的虽然讲看起来是囡仔性，不过你即马徛的位是一个大学的教授。所以大学教授甲古水其实是距离较远的呢。安尼你是安怎入去？即个师大以早是要教老师，就是要做正经啊，做秘书。你是安怎伫遮徛起安怎成就？时代有咧改变啊！我常常有学生来甲我结古水，互我看呢。就是譬如讲考试的代志啊，吼，其实真侪老师伊嘛有即种困扰，就是讲学生若是对你，若是伫咧你的面头前啊结古水互你看，啊，即个古水的战争开始的时阵，其实老师就是较弱势迄边安尼。但是你若接受安尼做一个老师，安尼都无专业，对无？所以老师会变做讲会伫咧即个限制内底，毋知影要安怎，尤其是查甫老师。查某老师较无即种困扰，这是我的即个访谈的一个资料。所以咱遮我超工问即个嘉颖啊，你看，人摕到即个最佳迄个教学奖，老师佫讲啊遮尔啊水，遮尔啊卡哇伊，大家拍拍啊坐吼。